重。我想讲高铁的咧坐到足紧呢，是咱开来才会真正慢。这是安那？这是上造成的，上造成的。为什么一日骗过一日，一年骗过一年，甲阮一骗10多年，敢有理？今仔日阮迄个所在是啥物地？敢是本色地？今仔个所在是一个毫不容易全台湾会使讲上水的泥岩地、二地。你今仔日你要甲台迄个本色，敢有理？今仔日咱的相片摕开，咱的游览车会安尼，游览车相片，咱拢伫遐。阮是观光区，阮毋是本色地呢。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制造废弃物的产业，就要来牺牲阮的观光业？难道敢一定就要本色车但是运输业？难道游览车毋是运输业吗？恁甲我讲个清楚，为什么恁一年过一年，互伊传言？昨昏立法院，大家咱这媒体拢已经有报道，伊竟然是一个弊案。恁工业局副行义，恁敢是乌帮？乌帮嘛无像恁遮尔啊无讲道义，遮尔啊白贼。原来迄块土地要甲咱百姓的啦，是毋是啊？是啊，百姓的啦。是啊。所以讲，恁自头至尾拢讲白贼，恁这件代志绝对袂放恁煞。